大家好啊！7月份不知不覺已經去咗1/3啦。咁啊，今日星期五出個城市指數咧，嗱今日就有特別啲啦，已經升咗幾個星期。本週咧就真係跌咗落嚟啦，就微跌咗0.77。咁0.77，你話微又得，其實都幾多下一個星期喎。咁啊，因為對上嗰幾個星期咧，個升幅咧都係0.7幾嘅，咁即係依家咧就有少少咧就調整啦。咁啦，呢個就由跌翻，只係得一個星期掂一掂穿咗160啦，跟住就回翻落嚟，就係159.54。咁我可以形容為一個整固期啦。咁啊，係6月份啊，明顯個成交宗數就跌咗落嚟。咁個價咧都未曾調整，咁但係入到7月啦，開始都頂唔住啦。咁啊，實際個成交量一少咗，咁啊個別業主肯讓一讓咧，咁個成交咧就呢個反應係6月尾啲成交嚟嘅。咁啊嗱，6月7月最重要嘅盛事梗係世界盃啦。咁呢個我都認為係有影響到個交易嘅。咁啊，係個交易活動俾佢打亂咗。咁無論業主同買家都係即係去咗睇波，咁啊冇精神啦。咁呢個係我以前嘅經驗嚟嘅。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因素。咁啊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講緊話即係資金啦，即係會唔會啲北水會慢咗啦？同埋咧個金融市場就喺6月就調整咗好多，但係大約7月頭又好翻啲喎。嗱，喺今早咧，即係港股咧都曾經升出過300點，已經守得翻24,000以上啦。咁啊喺6月份曾經跌過22,000幾嘅。咁啊其實喺6月尾開始咧，港股咧都收復咗成1000幾點嘅。咁呢個好重要嘅。其實金融市場如果一路咁低殘落去咧，咁個連鎖反應咧，其實令到個人心咧係虛怯啲咧，就入市咧係靜咗。咁啊，我都觀察到咧，7月咧已經喺個金融市場已經開始穩定同埋上升翻嘅。咁所以我可以咁講咧，即係嗰個即係恐懼嗰個心情咧，就應該係少咗嘅。咁個樓市咧，我就形容為整固，就未去到轉勢嘅。咁7月份個一手咧，其實都疲弱嘅。咁啊6月份就整個月份就850宗啦，比5月份就大跌咗一半以上啦，即係2000幾宗，2100宗變850宗。但係今個月咧，照比例就都幾驚人嘅。即係跌幅驚人嘅。咁啊7月份咧頭10日咧就只係得100宗到嘅一手。咁100宗嘅一手其實成3日大件事啦，就非常差嘅。差過即係疫情即係喺24年樓市最低潮嘅時候嘅。咁啊應該唔會真係咁少嘅，因為昨日咧就有個大盤開嘅，就可以咁講，呢個全港即係都係好重視嘅，叫北都挨元朗嗰邊嘅，就出咗一個新盤叫千餘。咁就係大牌子新鴻基嘅。咁呢個新鴻基品牌咧，其實就即係好穩陣嘅。咁佢對上今年嘅所有樓盤嘅銷情咧都係理想嘅。咁對上喺5、6月就買咗個荃灣嘅樓盤，都能夠全盤400幾間，清咗95%㗎啦，得翻十零間嗰啲特色單位度招標。咁另外就佢個矛頭就轉咗落去賣呢個元朗北都。咁佢就喺北都屬於最熱門挨新界西呢邊嘅。咁佢會有錦上路站嘅支援啦，咁同埋有個新嘅鐵路站，有2個站嘅中間嚟嘅。咁唔錯嘅，賣得應該去開價。嗱，最重要就係呢個千餘個開價咧，佢真係發展商好貼市，佢可以咁講，附近嘅樓盤咧，譬如柏龍咧，佢柏龍地理就好啲嘅，佢係錦上路站嘅附近。柏龍咧就貨尾咧賣到2萬蚊一尺嘅，但係佢琴日開個價咧平均14,000蚊，有啲300幾萬嘅3房。
300幾萬嘅兩房，咁400幾萬嘅三房，咁啊其實咧係即係近期嘅，我嘅形容係全新樓對上一年嘅最平冧心，因為300幾萬嘅兩房係少揾到嘅，400幾萬嘅三房係真係揾唔到嘅。咁我諗發展商咧點解個折扣咁大？即係如果同柏龍比咧就2成幾㗎啦。咁樣所以嚟講佢應該係好有決心去買樓。咁第一張價單一定係 Q 清袋，所以嚟講咧，我諗發展商係都明白到個樓價喺6月啊、7月係有啲整固嘅，係有啲比較不利因素出現。咁呢個整固期咧，咁佢都穩陣起見，就不如開價咧就令到嗰個市況咧熾熱翻，燒着翻個市咧，佢之後賺翻咧仲抵，即係仲有划算。所以一手我相信會開始下半月咧會炸翻起個市嘅，咁就唔會上個月咁差。應該一手7月我估計有15宗嘅，就唔會有850宗咁差。咁後追啦，咁呢期世界盃已經進入4強啦，咁世界盃完咗之後，啲人回復正常嘅活動，金融市場就穩定翻咧。我諗成個樓價咧個整固期咧都會快速完成嘅。咁樓市因素咧，主要都係睇一手嘅銷情啦，睇下社會嘅依家嘅活動啦，同埋金融市場嘅波動啦，政治因素。咁美國又同伊拉克又伊朗又即係好似個戰事又未完喎。咁但係最重要就係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如果保持和諧，而且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咧，香港一定有利嘅。所以呢個幾個大因素冇變，只係做一個整固，大家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再會唔會繼續上？咁呢個樓價，我相信向好嗰方面係比較大比例嘅，應該係我估計整固期會好快完成嘅。